情緒教室，阿聰不再羨慕男。阿聰好中意畫畫噶，但係身邊嘅好朋友阿澤就畫得更加之靚，贏過好多嘅比賽。每次見佢拎住獎狀，阿聰心裏邊都唔係幾好受。我都練咗咁耐啦，點解仲輸噶噃？佢咦吟吟，媽媽睇得出佢嘅悶氣，就話：阿聰，我覺得你心裏邊有一種顏色叫羨慕藍。羨慕藍？係啊，羨慕冇問題，但係如果羨慕得太多就會變成灰色，不過加少少努力就會變成希望。嗰晚阿聰靜靜咁畫畫，一邊聽媽咪嘅話。第二日放學之後，佢冇打機，反而喺度臨摹阿澤嘅畫。日子一日一日咁過，佢嘅手支筆變得好穩，畫面亦都越嚟越有自己嘅風格。喺學期末嘅比賽，老師展示每一個學生嘅作品。阿聰嘅畫喺海邊嘅夕陽被讚有溫度，佢冇攞第一。但係當阿澤走埋嚟話：你今次真係畫得好好啊！嗰一刻，佢心裏邊湧起一陣光。返到屋企之後，佢打開個顏料盤，用藍色加黃色畫出一片綠色嘅天空，笑住寫低：努力會令羨慕變得溫柔。